酒店業咧係一個有趣、多元化，亦都好多挑戰嘅一個行業。每一日咧接觸到嘅客人亦都係唔同，接觸到嘅事情亦都係唔同嘅。目前酒店業適合年青人發展事業嘅崗位咧，主要係集中喺前堂部、餐飲部、房務部同埋市場及銷售部。年輕人可以喺呢啲崗位上面獲得實踐嘅經驗，提升自身嘅技能，而多樣化嘅工作範疇咧，亦都為年輕人帶嚟不少發展同埋晉升嘅機會。AI 咧係可以實現工序嘅自動化，例如咧我哋啲客人喺入住或者退房嘅時候提供呢個嘅高效嘅服務。但係始終我哋酒店業係一個以人為本嘅行業 ，AI 去到而家咧都冇辦法係可以做到客人對於我哋所有嘅要求，或者一啲突發事情嘅發生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係冇辦法應對嘅。除咗科技之外咧，酒店嘅從業員咧係必須要具備呢個靈活嘅處事態度啦，要以一個積極同埋正面嘅心態去迎接工作裏邊帶嚟每一個嘅挑戰。CIE 旅遊同款待管理高級文憑嘅課程畢業生咧，絕對係具備良好嘅競爭力。呢個課程咧，除咗提供豐富理論知識之外咧，亦都為學生喺職前咧係打好晒基礎。而透過實習培訓咧，學生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做好準備，順利咁適應真正嘅工作環境。旅遊業尊重傳統文化，又追求創新，靈活多變，配合可持續發展。展望未來，都會對畢業生需求持續增加，致力栽培新一代嘅專才。旅遊業界需要年輕嘅新力軍加入，喺業內都有好多唔同嘅崗位適合年輕人發展事業。以我哋公司為例，佢哋可以考慮投身營運相關嘅部門，以及前線顧客服務嘅崗位。前者包括旅遊部、遊學部等，負責旅行團幕後操作同供應商聯繫、參與線路以及產品開發等。後者即係前線，包括外遊領隊同埋分行銷售主任，分別負責領團同埋擔當旅遊顧問嘅角色，放眼世界，應用溝通同埋解難技巧。我哋好重視人才培訓，提供完善嘅在職培訓計劃同埋良好嘅晉升機會，同時都能夠透過工作實踐去累積經驗同埋提升業務嘅知識，發展個人專業。以領隊為例，職責需要隨團照顧團友，確保行程順利同埋安全，需要具備良好嘅溝通能力，細心同埋用心服務，冷靜盡責。當中都有機會會遇到各種嘅突發狀況，需要發揮到應變同埋危機處理嘅技巧。總括而言，旅遊絕對係一個令人聯想到開心嘅行業。只要性格開朗，鍾意同人交流溝通嘅，亦都係熱衷於開拓視野，對於各地文化同埋旅遊知識都抱有興趣同埋好奇心。咁呢啲性格特質就非常之適合從事前線或者顧客服務相關嘅崗位。旅遊及款待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嘅畢業生可以投身酒店、旅遊策劃、餐飲管理、活動統籌同航空服務等行業，適合做前線營運同管理崗位，發展前景廣闊。旅遊及款待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係專門培養旅遊同酒店業嘅專才，響應行業請人需求，提供全面嘅專業訓練，幫學生掌握實用技巧，提升競爭力。呢個課程理論同實踐並重，涵蓋智慧酒店管理、可持續旅遊、數碼營銷等新興範疇，緊貼行業最新趨勢。我哋仲請業界嘅專家親自教學，俾學生有機會接觸真實嘅案例，透過模擬實戰、小組討論、行業考察等方式提升分析能力。另外，課程都加入創新科技應用，等學生熟習智能化管理模式，確保畢業之後可以即刻適應職場嘅需求，用專業知識同靈活嘅應變能力應對行業變化。我哋安排業界實習，俾學生直接參與酒店營運、旅遊策劃等工作，累積實戰嘅經驗。除此之外，定期舉辦專業講座、工作坊同企業參訪，幫助學生建立人脈，掌握最新嘅行業資訊，
透過模擬面試、職場技能訓練等方式，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，為未來職場發展打好根基。除香港之外，我哋亦都有同內地酒店機構合作嘅，提供唔同地區嘅實習機會，等學生親身體驗多元文化環境。我哋亦都會積極探索同海外相關機構合作，為學生提供培訓嘅機會，擴闊視野，提升國際競爭力。畢業之後，學生可以選擇升讀相關學士課程，持續發展專業能力，拓展事業前景。